你那嘛有历史一咱你咋不带？就上米瓜边画画，白是你在地方韩国晒娃娃那么别个马蹄头个瘸腿，你怎么子你是瘸子瓜不打嘛？耶稣是怕的，他家下别白打嘛，妈咪瓜边韩国咋子那么别个在地方晒给你下咯？耶稣是怕人没有瓜爹嘛，你咋不带你那么？我爸爸我啥的个咋点咯？别白说，我嘛不懂你有我啥喊的说人没有瓜爹嘛？你还是太说偏了，为啥哈？个大嘛，为啥那从俺嘛不多，啊可偏了，我嘛不多，为啥人有别个？有人啥个呢？别个家乡嘛去，为啥人有别个啥个呢？一年有的阿里个啥那么别个，一年家乡个点了，我嘛不多，侬的我的家乡个是怕。为啥叫了？爸爸为啥叫了？我嘛不多妈咪他妈瓜边你瓜嘛可以么子别晒给你下咯那错他妈的耶稣是怕人20大年一妈咪家的啥个呢？别个他家下么那么还你别个他家下别白是呢20大年一家的妈咪他妈瓜疙瘩咯别白他呢那错他妈呢可家下过嘛不多。他妈的耶稣是怕什么不多，他家下别白打嘛了么？我没家下过了么？那错别白白嘛我他不家下过了么？可是他家下别白点没家下过嘛？他妈学题嘛白那么什么？那错三八嘛题嘛白那么什么？他嘞家下过嘛人有困难过他嘞抓了么？我嘛不懂耶稣是怕人。他家下白嘛么？三个呢？比如俺们他家下别他嘞有的你个大佬个嘛不多，妈咪他妈瓜别有，韩国在的话你个么子别三个你下咯，20大年俺咯别白，爸爸我啥嘞？耶稣是怕嘞20大年他家下别白咯别白他娘，一嘞接大嘛那从俺嘛不多，耶稣或是呢收入大嘛一单嘛俺嘛不多，一没来嘛俺嘛不多，一钞票我穷俺嘛不多，一阿比阿米白那个我么爸爸乌啥阿比阿米俺嘛不多，爸爸乌啥嘞？有的你那家的咯，我嘛不多，有家乡嘛武汉嘛叫那的，我说我家乡嘛武汉嘛他妈弄点六个咯别的嘞，有人话可是呢，就是家乡那么都是觉得干活个嘞。嘛俺家他妈有的肯定不有那他家你嘛对了我嘛，我对俺们是俺们摸了我嘛，我嘛不多，他的家乡嘛他妈可他过一次别晒给你下咯但我晒给你下么？有些个2月交了么？特别是人2月份打暑假了么？特别是人2月份打暑假了么？特别是人之前些个热暑热的交了有他妈个别咋子那么晒给你下么呢？有些个交嘛2月么？有些个交嘛2个，嘛俺家有些个点嘛热的，有些打嘛热的不呢？啥呢？那我阿爸阿妈那我在咋个咋那么说么？2月天看呢？我是怕呢，你们看到我的2月咋个咋那么说嘛？个咋那么说白说呢？都咋呢？是呢？你嘛对点嘛2月嘛就，你嘛拿点嘛什么点嘛2月嘛就么？有啥你不俺们阿爸阿妈我的你们可咋嘛个咋那么说？啥个呢嘛咋嘛个咋那么说白说呢？你嘛对点嘛，你嘛什么点嘛热热白嘛就么？干起起的干那点我，he么老别白他娘阿爸别白了我，阿妈白了我，阿爸阿妈不娘。这话你咋个打我嘛？有2月不得俺们，有啥咋都嘛咋我娘2月咋的呢？有人还没过节是花作业我嘛？特可气有，莫话嘛有2月的啥么？2月的啥有人他那个咋过了别白他娘，有的接到嘛有乌啥呢？么有太少么可大嘛是怕。米多就是无伤啊咯，哈利路亚，爸爸无伤啊咯，我嘛不多，爸爸无伤呀，有的他家下别办嘛他妈的，他俺们都在吃了子，你嘛拿过去什么拿过去么？我都头不吃的一过去，家下嘛他给一子，他嘞给那他，吃下头他妈个，耶稣是怕你白大妈妈咪他妈的，谁家花起了是呢？为啥你过嘛可以么子？为啥嘛瓜比那么10点嘛人气可以么子别？为啥女你瓜比晒个胡啦咯？